闽南话不像话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，唔是款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不像话，不懂礼教，多只吃东西的习惯或行为不好。理囡仔人无规矩，真正唔是款，无好好管教，袂使的。小孩子没规矩实在不像话，不好好管教不行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